去，牛尾弟呀。闭麦。不用阿姨，不用阿姨。你学费唔见哦。好，我俊怡。李先生，按拄好，来下。阿长，我有要紧嘅事情。刘启。敢會感到辛苦，風霜一路，披上大夜趕電路，永不服輸。茫茫大洋唯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碳水也太匆匆。上camp地板架坐，休息一下不用强數，入頭乾千山萬樹，披一下發用相扶。年一年月風塵有愛，感謝有你上下天數，不是愛情清楚楚，永遠銘刻在心中。不是愛情清楚楚，目光來是路。空間嘅人唔會苦毒騙人，都係記到日本人苦毒嘅人變做苦毒騙人嘅人。Carl Gustav Jung。快運走，好運來；快運走，好運來；快運走，好運來。你沙河還會發生馬該事情，上大煙天黏黏誒，都牙到人海。正確嚟講，你夾本用。唔係講小口喎。你應該嚇到咧。啊，明明真是好多眼上去街照腦波，嚇到都嚇到啊！你眼一發紅嘅，點腦見？你有咩按腦筋啊？基本啊，你係好朋友嘅，按你好，肚好天天。你係高中生，你搞小團體啊？係啊，我攞唔好哩。冇按用啊，佢係騙人啊。係啦，係專業嘅護理人員，做唔得留感情，但都騙人成行。哦，還有，邊邊你先參加落妹，留言嗰邊咧，同阿站都攀公司咧。曹本人了解有來係。其實大家都知了解係伢老妹，是排泄啊。也沒冇特別唔本大家知啊。
日本人写了几多了表诶？拢学的强用量粒，唔要他敢有那比魔术送，敢有焦虑、暴躁。记得做唔得凊彩停药诶，无这段反应会动洋葱哦。好，爱弟。一礼拜变了阿强阿喜嘅餐无？好，爱。乜噶？我看咧其他只所在，韩国唔有限，连做啲强阿到了去去。做唔得单枪意思药诶，出去行行，没好。迄讲了去咩？超讲爱出门。哦，你妈伊无限有情动嘅，唔会安尼啦。讲笑话啦。爱真皮吗？该冇？唔使，要不然然后你去抢下春皮，唔拎来就好咧。啊，唔会啦。我先过去护理站啦。哪一松行的啦？莫惊啊，莫惊啊！傅律师有拢爱讲啊，反正今年发生乜嘅事情，那姑娘错嘛。其实做唔得怪忌，我挨唔臭。好啦，还是布丁好食嘛？好食。唔过，唔做嘛老夫丁日本啊？日本人本又唔係下好。唔好啊，即我做朋友啊。做朋友。唔中意啊？我啊，就做朋友诶。好啦，买一块大可乐。你妈妈，因观察了今年吃了大个迄许多调办心理上的阴影影响。虽然药物有部分的作用，不过主要含迄意识长期的心理治疗。因康复中心的心理师用3年长老一拜，建议唔着转到他4个医院。做唔得带到药。迄讲，咱可以再带佢去本其他嘅先生看，安尼做得冇啊？安尼要做的，不过较麻烦。下礼拜古天老大哥请假，搁只有时送佢进来。唔会麻烦，唔会麻烦啦。
哦，来老团出去讨论一下，看有没有安排对我们老大可较方便。安尼治疗还会祈求怎会好哈？呀，乃无办法保证啊。但是骗人康复的时间都无相用。对大可心理创伤恢复以前，尽量平面的手机，安尼对佢会有动态的帮助。手机，像迄嘛喏。现在看到的，就系我卡人的眼牙，还有其他影响大可情绪的事情，做得平面的就尽量平面。阿妹，阿姊搞来啊！哎呦，哪来啦？然后你出啊，较夹啦，啊，哟，你今日心情看起来唔会差呢，啊？甘油，亚美病癌上个神奇，系哦。阿姨啊，你先生喜唔喜建议带大可出去看心理师啊？系啊。来做对天数联络哦。我给骗给皇后，没有你看心理师。哎呦，我从来就唔是做过安尼个事啊。再讲阮先生好嘞啦。阿妹，你为了阿爸离婚吗？哎呦，好点点的，每夜做买喏哈。阿爸猜的，迄名牌唔系爱，爱弟，你老阿爸应该懂救咧。爱一下迄太宁咧，唔是故意爱。我乱讲啦，阿爸哦，虽然做动快，不过佢行喺动爱你啊，你夹来的呢？迄次家嘅来的哦，就要好好照顾。阿姨，还没吃到离婚好啊？他说对你妹唔好啊？哪有你安尼凊彩离婚嘅啦哈？迄主动唔好嘅对象，当然就爱算了啊。法讲都很简单，跟你去干喏。但系无够用哦，几条摆啊，亲密都会转来。你相信下摆，佢听错会来亲啊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啥物代志啦？啊，打电话来就好啊。对啊啦，对啊啦。啥物对啊？对头奖，头奖啊！对头奖，真正假啦？那是啥？我知影真个啦。来看牌啊！做唔得安尼，唔爱设定机啊。啊，电机慢个去咯。
啊！真紧啊，迄神仙转世嘞！你上个什么嘞？8代来，8买本身啊！来，你好去做来啦哈！先生就有讲了啊，本太婆牛头也没吃了呢。哎呦，敌人的骂的啦，那个财路啊，想想就不动听。唔知今日的大课，同埋天数差到几多钱？头奖，迄头奖呢？哎呀，出讲字根本都无骗啊，系无？大课唔是刘都养的，好来了，很麻烦这里。哎，大课，唔能买慢的吼，霸住买本。当然啦，你做得啦，把天数。佢家記咗嘅名牌，跟你一成人啊，10歲都唔是成嘅哈！來，爸帶你來，爸帶你來。拜託你好冇啊！你就一定有抽獎了啊，還跳獎呢？就有拉嘅啊，你還要太空給你咩叫啊？你敵人嘅罵嘅喏，唔看大哥看起來哪有罵嘅問題？你根本都無騙呢，係冇？來，睇下，你都無啊！哈！还同讲勾结同伴，莫趁俺不看你的事情，神经病！做乜嘅啊？是叫大聲妹，阿妹，來啊！大嗌啊！來啊！大嗌啊！來！任凯，冷静點。任凱，冷靜點喂，冷靜點。小康啊，我要講出嚟，我要我對大朋友，我點唔會死啦？但係對我有錢嘅吼，我做到搶行嘅好嘅欣賞本兒啊，創。你要一佢再講嘅就係錢咯，太口係娘來嘅，你唔穿錢嘅幾句呀？我用按你講。走啦！哪一？副理長就存要在。安子誰？韓上話什麼噶？聽講你愛嫌阿姨得過來啊？唔會見。乜噶？我驚睇太實會嚇到。哦，唔會。愛蓮，唔係為到愛報復我老大哥，道歉。冇乜嘅。嚇？冇乜嘅。嚇？冇乜嘅。開間啦，好。知道了。走啊！谢谢李医师回国的这个分享啊。好，那我们好久没开会啦，那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报告的？我有事情
情要报告。好，珊珊，你有什么事情要报告？我发现有人在谈恋爱。谈恋爱？谁啊？谁？快讲。谁啊？谁？谁呢？快讲。任凯和林丽。哎！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？太扯了吧！你也不相信我？是啊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真的啦！我在监视器里面看到，他们整个晚上都在聊天，然后眼睛里面都是爱心哎。好了，什么时候的监视器？我找时间看一下。说真的啦。没事的就去工作啦。我操！说真的啦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去工作了，去工作了。喂。难怪外面人就会这样，太敢羡慕。阮会说，来算咯。很奇怪呢，吃饭是暗的哦，不一定吃什么。乱啊！粉红是美国甜筒，梦游心爱，良好是监视器作为证明。阿长 Yuki，无卵甜筒，来你搭海带。好嘞。唔好太短呢，你万一拄会人会读蝴蝶结。蝴蝶结。啊。早点。好嘞。当初呢？当初。Yuki， 等一下。你掉哎，你听啊。Yuki，我最后一年。啊！给我等一下，咱俩是出货的。哎，Yuki，我过来。Yuki，我过来。事情，来拿去货了。Yuki，我过来。坐的。坐。安思思。有面包。你看。你妈一讲，有面包好好食。我想讲，不好吃就冇事嘞。唔啊，好好食。
歹势，我无夜唱歌，影响还停留伫。安尼都好。好啊，阿妈解释，哥哥买本。是，我去家去。明天关一下，哥哥去买。又无意义，我去家去。小琪，老爱买一件。好。婷婷啊！棉花糖！哇，棉花糖！这是50哦。 2只。好。你敢有打算送你去专门的学校？若有上歌，不过还蛮给听。学校做唔得凊彩图，尤其个铁术的学校。再讲用办公，要去爱陪我，做唔得到阿姨安尼，看我看你。没了。还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有你好吗？没事情，没事情。来。好，没事情，没事情。就讲行路爱生呢诶，敢唔系讲哥哥去买就好咧？你看，你倒来吼。我又唔爱调试诶，你买台蝴蝶结都唔爱录脱啦。都系哥哥啊，都系哥哥换人跌倒。小琪啊，莫叫个哦，哥叫松香行卡通哦。都系哥哥啦，你了去，好嘞。你做乜甲人太傻？就系哥哥啊！棉花糖咩唔见脱咧？都系哥哥坏啊！小琪啊，棉花糖唔见摕，讲买就好咧啊，好。冇爱，我就系要加棉花糖。啊，哥哥破解啦，破解！你了去，敢唔系讲去买就好咧？你哪唔通法？做乜甲请假去？李先生，冇那事情。点点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水甜吗？嗯，这位。比较。那原本你唔会调试对你发坑呢，还是买出性感度？娘诶，看你充满爱的心泡泡的喏。
没办法了解啦。我是冇办法了解，唔过我想要探索啊。你但唱迄件，那又会做唔错。做唔错。冇相干，你做的唔是老外讲，你家下个费事离我输到嘞，走。其实你去跳摆唔系安尼。哎呀，当初是照头嘞，记着离开之前，要了去交本来。原谅啥？强下本你送到阿嫂嘅屋卡，来发到来做地做一个亲好嘅阿哥，留了去本到天嘅味嘅。哥哥，唔讲难错咧。哥哥，我头脑动痛啦。刚没写过止痛药嘞，听讲你要考试嘞，你还没时间。哪书没讲？阿叔没出门啦。好嘞，先医水母，听讲你就好嘞。哥哥。好嘞，先医水母，听讲你就好嘞。你去唔喺行度聽聽，佢係哪模樣？检验报告出来，太晚送来，已经影响到神经中枢，可能会留下不可逆的后遗症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因为乃我冇生你，冇辦法地放棄時間送你醫院，那時樣樣假治理，佢就一直從一個生你咧。有很多年，你唔敢本記你看哪個視線。你唔敢本佢3年，但因為佢병體動到機會，不過你冇 healthy，因為係個唔係愛，佢一下就唔會安尼。也着，咁咪強用。有陣時，你真見冬天，我你冇資格講甜，係講你去冇讀到來一種讀哥哥。到一個親好嘅哥哥，佢同幸福
大作翻压不住，要万落线，天窗要去康复中心，好好教育。唔再吐到馮姐姐咧，我去哪？我去扶正事务所。去扶正事务所做嘛？唔系我离婚咩？俺门起出来，没准备好嘞，你就签字就好。你可太可存给钱了，那一现就买。不点的系嘛？那23年，穷了就莫穷呀哈，恩情相过。好啦好啦，讲的有的没的，去工作。哦，好了。阿秋，我苏木准都要离婚。哪有啊？有啊，你去考看。关你妈事！好，我看到了，哎。你干什么？晚上客人在等你呢。他们不是来听我唱歌，你要喝酒随便找人就好啊。你是什么态度啊？业绩这么差，有客人愿意点你已经了不起了。你别忘了，业绩不到你要赔钱啊。前几天还不玩得很开心，摆什么架子你？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用连一天事情都做唔好。还没停掉嘞。你要不要我们家？给养黑飞倒了。你莫想喺糖度夾實。吴思强，来拼。喂，你今天有林烈消息吗？喂，你天发假了就共发啊！你听我呀。
你可以陪我林丽的小姐吗？硬做唔得，老唔讲。这个有啊，天用的啊，天花做嘛做无人基地医院，做唔得占唔天花。大医院，给你牙医院，天用的，做嘛去大医院哦？你讲，你的钱去在医生。我大医院有讲法。我嘛唔讲法，结结讲好嘛，很用的啦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林丽小姐的医师李天使。关于病人的状况，基于医疗法无可奉告。如果你想要了解，请你过来谈一谈。谈一谈，我跟你有什么好谈？那就没办法了。不过除了林小姐的事，我还有其他事情想跟你谈。请你回来的时候联络我，谢谢。不痛吗？不会。医院有规定，玩游戏不要有太多的肢体接触。连这都要管，你会不会管太多了？这个才算肢体接触，好。阿毛，我你啊，你冇变形啊！come on 啊 ，come on 还不走，等着被打。任凯说过他不会打我。 come on 该吃药了，回房间去。不要。任凯。 我不想吃药，是不是可以不用吃？他说他不要吃药。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控制任凯？我控制他，他喜欢我啊，我也不讨厌他，不能做朋友。任凯有暴力倾向，你上次不是看过了？ 暴力倾向，奇怪。我记得你跟你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也被打得挺惨的啊。那时候也没有看你跑掉或是抵抗啊。怎样？你自己都不怕被打了，还来警告我，会太好笑啊！王碧秋，你讲话小心一点。怎么了？不能讲是不是？ 奇怪，不能讲的事情这么多啊！啊，还有你在前医院偷吗啡被开除的事情，这里是不是也不知道？在讲什么？你前同事都告诉我了，你还不承认啊？我承认，我从来就没有不承认，我还为这件事情负责。你什么用意？
你选择在这里讲出来，你什么用意？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很好玩吗？玉秀，强本人物体，无念因嘅千梦，见到唔孝顺，也就是边缘性人格。佢哋老一般人享用空间，甚至有嘅世界，佢哋看起来过到比同多人都还较好。唔过啲佢哋嘅性端度，实不安尼嘅情绪控制点，小说家随时会本人物体。听错爱人认同佢，为小小嘅事情艰苦，亲密做出伤害自家，也系破坏骗人神法嘅行为，也系一种人格嘅特质。老精神票无强用，不过佢條行起愛精神嘅幫助，開始認同自家。你做乜搞人家做心理治療啊？哈，愛夢聽。做一下心理治疗没冇该啊。偏偏老你天资够厚了，够了！这不是我的责任，这样只会让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。我建议你们不要再来往。係冇搞過女朋友啊，好多事情都唔掂，唔過嚟啲係中意。我唔知，你咁有資格幸福。唔可以呢，你時常皮膚會做啲出現呢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Je t'aime，留下一個擁抱。從而嘅世界做得好，偷拍嘅未來無彩。而你唔會在意嘅在未來為上才經驗，唔會在意馬街喜愛你係唔係和你呀？出色都太嚴重。定愛身邊，也想做的一灑來相依。你有空多麼，我的天定也腳步，
久，希望做对久，希望做对久。从谁都太易走，一定爱身边，也想做的一生来相依。你有空多梦，我的天天也脚步。希望做对久，希望做对久。